因为风台关系，这高雄山区南马社唔若失电，对外交通即马总算是有连外道路啊。目前台1高线南马社段、台20线南环公路路拢断去，也若公路局也等咧抢救。那讲到这停电的这部分呢，目前南马社地区电力已经是恢复高效了。 这一台货车顶管载米、面、牛奶粉等等的生活物资，都是要载去山区，予南马社居民，予因感觉担心，因为凯比风太丰富，造成南马社往桃园甲甲线的道路袂通，连网络嘛断去，居民的生活是真歹过。加在南马社代替连挂道路已经通啊，因通为高129线探去台3线的大埔桥，往家己的方向出来。又没水没电嘛，没电大家有发电机的又要下山买油。这几天冰箱的东西都吃完了啦，有东西补给的话是比较好。公路局二白统计，高雄山区也有7路段断去，包括台20线南环、台29线南马社等等的路段。唔那南马社居民受困，桃园区阁有400多户居民留伫部落。 因为民北铁路更变桥嘛，互大水冲断40公尺，到打阁无法度通车。目前公路局当咧抢通梅山口甲向用的路段，5望31号通完成。到梅山口这个路段的摊方清理，我们希望在这2天内赶快让民众得以往外去购买物资。 除了路袂通，山区失电3天，经过台电人员抢修，29甘那村南马社、甲线桃园有119户电也袂来。台电表示讲，要拼下也唔通正常供电。今日上午为止，我们已恢复了主干线大部分的用户供电。 努力达成今天全部供电的目标。因为受到低压大影响，南部这几天山区各落雨，目前公路局针对抢修的路段嘛有管制，请民众爱加注意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